后来，这个最近除了掠到假台湾籍的喙암之外，调查局中基站嘛来掠到国内第一间地下喙암的工厂，因假做是台湾油纸公司这间国家队的医疗喙암。讲这个相关是为今年的5月开始买机台做厂房生产着医疗喙암，但是因为无药证，都讲封台湾油纸公司的外客偷用人的医疗许可证的字号，结果假做经销商卖予药房，已经卖出着75万片，不法的所得500多万。徛伫中华的这个台湾油纸公司嘛出面，教大家安怎来分出着喙암的真假。检警咧超喙암工厂现场有超过1栋的油品部、甲不织部，还有3台专业的做喙암的机组，45万片的喙암成品准备要出货，拢被冻落来，因为这是一间地下喙암工厂，生产的是一般的喙암。他们现场是很脏乱的，没有所谓的无尘室生产。依照检警调查，这间工厂姓杨的负责人，今年5月份开始做厂房买机台生产一般的喙암，因为无牌，就封国家队的医疗喙암。外资盒它也是涉嫌仿冒然后有针对被仿冒的公司，国家队的口罩部分，它有用相同的 CAN10的字号检验字号，跟那个所谓的制造许可的证号，还有生产批号都完全一模一样。业者封国家队的喙암，估计讲是经销商卖到中部邮局，已经卖75万片，不法的得利有超过500万。被封的国家队是中华的台湾油纸公司，赶紧出面。这个是伪造的，下面才是真正优质工厂的口罩。业者讲，这个真正医疗喙암的纸盒仔字体较大，草布有水珠，对面这个红仔较散，若假字较细，草布无水珠，红仔较大颗。另外，这个真正医疗喙암。英文字 Made in Taiwan 较大底，若假 Made in Taiwan 就字较远。咱乡亲若是发现讲有买到假，赶紧提起关来买通路退货。台湾油纸公司嘛会告这个工厂的负责人。